还有即摆买礼券参观是真事件，上惊就是这个礼券参观到尾会变做废纸。为着来保障着消费者，行政院消保署整并着餐饮、大卖甲零售这三大行业的礼券来定这个草案，要求这推出着礼券的公司必须爱找同级、同业，而且有市占率的业者来担保，而且这个礼券嘛袂当限制使用的期限甲2页。上紧6月底开始来实施。就天天来这里要退票。大声的抗议，要求这参观爱退钱。2年前，出名的餐厅连向在经营权转手这参观煞失效，引来消费者的不满。为了防止这款的代志发生，行政院消保署整并餐饮、大房、零售三大业这礼券定出草案，包括袂使定不利的内容，像限制假日袂使使用、限制使用期限等等。礼券的消费内容袂使比现金的消费较不利，包括预约袂使消费等等。你要保证方面嘛限定，必须爱同级同业公司，而且要有一定的市占率，上紧6月底就实施。如果劝导改善还是不听的话呢，可以处罚从新台币3万元一直到新台币50万元的行政罚款。草案嘛规定讲，假使讲这礼券买了后想要退钱，业者嘛使上悬扣3%的手续费。或者是任意的不要这张礼券的话，那我们容许业者可以在不超过3%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额度下去收手续费用。另外，若是讲礼券有毁损还是变形，只要看得出来，申请换发的费用纸本票券每一摆袂使超过50块，精品卡每一张袂使超过100块。未来买礼券参观要加注意，若是讲业者有违反的行为，会使直接甲消保署检举，保障自身的权益。